各位聽眾你好，歡迎收聽陽光大道。我哋呢個 podcast 係喺美洲時間逢星期一朝早推出。我哋嘅節目有3個環節，分別係健康生活、社會透視同空中花園。而家我哋有健康生活。各位聽眾早晨，健康生活環節又嚟啦。係 Peter、Rosanna。早晨。早晨，我哋今日咧繼續講翻上次咧關於植牙。我想問你個問題啊。係。你上次講到咧話點牙床骨，其實我到而家都唔係好明白咩叫牙床骨嚇。第一，第二，你話要 measure 個牙床骨，點樣 measure 個牙床骨咧 ？OK， 咁而家講下睇你個牙床骨係乜嘢咧？係你啲牙肉包住裏邊啲下顎、上顎嗰啲咧，就全部係牙床骨嚟㗎啦。OK， 咁你點知道夠唔夠骨種牙咧？係啦，咁我唔想話我照 X 光夠唔夠 ？X 光一個係 two dimension 啫喎，睇唔到。所以而家新嘅方法咧就係咩咧？我哋用 CT scan。OK， 即係牙科裏邊叫做 cone beam CT。個 CT 咧就係 three dimensional 嘅立體嘅，咁我哋可以 check 到你嗰個牙床骨夠唔夠啦。咁點做法咧 ？scan 咗之後咧，就每一節咧可以 cut 落去，即係我哋用電腦嗰邊睇咯。即係你攞條麵包 cut 每一塊面膠 cut 咗佢咧，咁知道裏邊夠唔夠骨咯？明唔明到啊？即係一塊麵包就一個 cut 啦，咁我就打橫睇。即係你靠呢個掃描，係啦，靠呢個掃描嚟睇。咁我哋可以 measure 到啦嘛，可以 check 到度到幾多嚿。咁樣有牙床骨裏邊咧有好多嘢噶嘛，又有地竇個 sinus 啦，又有神經啊嗰啲嘢，咁你 check 到唔可以入到嗰啲位噶嘛。咁所以而家做咧就係掃描咗之後咧印咗模，跟住咧就通常我做咧就係 send 個模同埋個掃描咧上去一個工場度，幫我整一個叫做 guided surgery， 即係螺絲咁嘅街落去咧，我就 cut 個位咧就一 cut 到好準噶啦，即係我可以喺電腦邊做咗手術之後，咁喺人裏邊做咧我就簡單好多，就知道我幾大邊個 angle 幾深咁做咯。咁轉幾個窿之後咧，就可以擺啲螺絲落去啦。擺啲螺絲就可以冚住佢。咁好多時咧，我而家做咧唔使連針都得㗎。你嘅意思咩？要冚住佢啊？我都唔係好明。即係轉咗個螺絲落去。即係你未螺絲之前咧，你要 cut 開啲牙肉。你先牙床骨㗎嘛。咁而家咧有啲好嘅方法，即係如果你夠牙床骨咧，咁我好多時咧就唔使 cut 開牙肉㗎啦。即係牙肉就直情轉個窿喺牙肉入骨。OK。呢種通常一定係麻醉藥㗎啦 ，OK， 所以唔會痛嘅。OK， 咁咧做咧你就唔使 cut 入牙肉，唔使用線連針。OK， 咁做完之後有可能一個 appointment 咧就有咗隻牙翻嚟都得，即係你個 depend 你啲牙夠唔夠實咯。OK， 你啲牙夠實咧，牙床骨夠實就得咯。你牙床骨鬆咧，即係老人家啲鬆啲牙床骨咧冇咁密嘅咧，就要等下咯。你意思係咪話我咁緊要量嗰個牙床骨係咪就係驚佢 anchor 唔到嗰個螺絲啊？係啦 ，anchor 唔到，同埋你唔知個 angle 啊，你啲方法幾長啊嘛，所以你一定要 check 到你嗰啲神經喺邊度啊，你個 sinus 喺邊度啊，你先做咯。唔係咧亂咁做咧，即係盲公咁照入去咧，就好多時有問題啦。所以而家佢嗰個 standard of care 咧，一定係要有個 cone beam 有個掃描之後你先做。咁你入嗰個螺絲入去，跟住1個禮拜後再翻去拆線。第拆線咧就等3個月就加牙啦。釘咗個螺絲，我仲要再等3個月先再加牙。係啦，即係通常 implant 有3個 part 嘅，你嗰度螺絲上邊咧就加一個我哋叫做 abutment， 就 post 啦，條柱啦，就柱入個牙嗰個植牙度。咁隻柱咧就駁正個 crown 喺上邊，OK 就3部分。咁價錢係點樣計咧？如果你呢個 bridge 同埋呢個活動假牙，就比較嚟講啦。譬如話你一隻牙冇咗嘅，咁前後有一隻牙，你做隻牙橋，即係叫做3個 unit 嘅牙橋啦。個價錢同一隻 implant 嚟講啦，差唔多。真係？係大概多500蚊至1000蚊咁啦。不過你記得喎，我做咗 implant， 我整咗之後咧。我20年唔使理佢，有可能仲耐時間嘅。我聽人講話好貴喎，隻牙。唔係差唔多嘅。如果你係做咗即係前後嗰兩隻牙未掂過嘅，係咯。咁要做隻牙橋上去嘅 ，OK。咁你隻牙橋咧，嗰度大概都要幾千蚊啦。咁你做嗰隻牙種牙嗰度又係幾千蚊。咁咧，所以嗰個價錢嚟講咧，係大概多25% 到啫，唔係貴好多。不過好處咧就永遠唔掂到兩隻牙，同埋咧你隻牙 last 好耐咯。
咁即係話而家嚟講，植牙就便宜好多啦。不過有樣唔好咧，就係好多新嘅而家啲 insurance 就唔會 cover 嘅，所以咧就你知道唔 cover， 咁我就牙橋就 cover， 所以你嗰度咧就冇咗着數啦。好啦，咁我哋而家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留翻下次再講啦。OK， 好啦，拜拜。嚟到社會透視嘅時間，我係思素。咁客戶服務 customer service 咧，通常都唔係你想揾嘅一個公司部門嚟噶，因為喺現代嘅自動化社會咧，乜嘢都可以自助進行啦，唔係用 app 就係用網站啦。你要嘅資訊亦都一目了然，你就唔使揾人問啦。因為以前未有互聯網嘅時代咧，常用嘅辦法都係打電話買嘢、訂嘢或者填個表去郵購，甚至喺最初嘅 email 時代咧，如果揾客戶服務代表解決完個事情之後咧，就淨係會收到個 email 確認啦。咁不過而家乜嘢都可以上網解決咧，要揾 customer service 咧就唔係好事啦。無論係打電話入去，定係寫 email 入去，或者係填個表格入去，同好多嘢一樣咧，人做嘅工作少咗，分工精細咗咧，熟練程度亦都降低咗嘅。咁做錯事嘅機會咧又增加咗咯。如果你話要問每一個 plan 包括乜嘢啊，退貨、退票、退款嘅條件係點啊，甚至搭飛機要帶咩證件啊，去邊度使唔使簽證、打針等等吓，啲客戶服務代表答錯嘅機會咧就真係好高嘅。佢哋始終唔係做前線銷售或者喺機場 check in 嗰個啊嘛。總之佢哋就唔係精通每一項細節嘅。有時啊，你寫信或者填表遞交投訴或者要求退款嘅話咧，嗰啲公司可能睇錯你嘅要求嘅，跟住就答錯噶啦。咁最近甚至有公司咧係用 AI 睇信啊，就更加容易答非所問啦。有人甚至揭發咧 American Airlines 個回信啊，如果係某個署名嘅話咧，其實就唔係真人嚟嘅，電腦答咗你嘅啫。咁除咗睇錯要求之外，另有一個可能性就係佢故意睇唔到你個主題啦。粵語所謂咧，揾辦法就洗走你啦。明明係符合退款或者賠償條件嘅，就係揾藉口洗走你話你咩條件唔啱，目的咧其實就係想你唔再追。咁好多呢啲個案咧，其實咧係唔使放棄噶。你第二次回信翻去咧，就自動會有真人睇到你個問題所在咧，就會正確處理噶咯。咁歐洲嗰啲飛機旅客延誤賠款嘅制度咧，就係有呢種現象啦。啲人第一次不得要領，就要去揾嗰啲律師行咧，俾1/3嘅佣金，整封信去航空公司咧，就會乖乖地賠噶啦。咁隨住人工越嚟越貴啦，客戶服務嘅成本亦都越嚟越高，所以就算係真人處理啊，各大公司都會採取各種嘅工具。咁嗰啲客服代表咧，好快就能夠判斷點樣處理，撳幾個掣就好快搞掂噶啦。咁最近有啲公司咧，都仲係嫌聽電話係太慢，於是咧就發明咗用 chat 嚟處理客戶服務。咁樣咧，一個 agent 咧就可以同時處理幾個客人嘅需要啦。咁同埋打字記錄就好揾過啲聲音對話記錄啦。咁樣做當然就會有效率嘅，但係亦都有危險嘅，就係啲員工可能咧分心期間咧就撈亂咗幾個客人嘅。試過有人用個網站嘅 chat function 想改機票啦，點知個 agent 過咗好耐翻嚟話我幫你取消咗機票啦，即係搞亂咗第二個客啦。咁呢個案件解決到啦，不過你話邊個錯呢？ chat 咧就好容易睇到啦。各位聽眾早晨，我哋呢一集嘅內容呢係特別同大家分享耶穌降生喺馬槽嘅故事。聖經嗰度記載呢，耶穌嘅母親瑪利亞同埋約瑟訂咗婚啦，但係仲冇成親，就喺聖靈嗰度懷咗孕啦。約瑟為人正義，唔願意公開嘅令佢難堪啊，所以呢就決定咗暗中同佢解除呢個婚約。當呢約瑟仲係考慮緊呢件事嘅時候，上帝呢就差派咗一個天使同佢報夢，咁樣講：大衛嘅子孫
勸約瑟唔好怕，要將瑪利亞娶過嚟，因為佢所懷嘅孕係由聖靈而嚟嘅。你要咧俾呢個孩子起名叫耶穌，因為佢要將佢嘅子民從罪惡裏邊拯救出嚟。約瑟醒過嚟之後，就遵從天使嘅吩咐，就同瑪利亞結婚啦。就喺呢個時候咧，凱撒阿古士督就統治羅馬帝國，佢就頒布一道諭令，要舉行一次全國性嘅戶口登記。當時人人都要翻到佢本鄉接受登記。而約瑟呢，亦就帶同呢個懷咗身孕嘅瑪利亞離開加利利省拿撒勒鎮呢，就去到佢祖先大衛王嘅故鄉，就係猶太省伯利恆城。抵達目的地嘅時候呢，瑪利亞嘅產期亦都到咗啦。係啊，但係咧嗰陣時咧，旅店嘅位咧已經滿晒啦。瑪利亞咧只好為佢呢個頭生嘅孩子用布包好之後，安放喺馬槽裏邊。但係咧冇幾耐之後，竟然咧有幾個牧羊人嚟到揾嬰孩耶穌。牧羊人咧就講啦，嗰晚佢哋咧喺城郊嗰度輪流看守羊群，忽然之間天使向佢哋顯現，榮光閃爍，照耀四方，佢哋都嚇到驚。天使呢就安慰佢哋咁講啦，唔好怕，我要向你哋宣布一個同全人類有關嘅空前嘅大喜訊。今日喺大衛王嘅城入邊呢，有一位救主為咗你哋降生，佢就係主耶穌基督。你哋要睇見一個嬰孩包住布臥喺呢個馬槽入邊，呢個就係記號啦。所以咧呢班牧羊人呢就即刻入到去城裏邊，結果咧真係俾佢哋揾到瑪利亞啦、約瑟啦，同埋咧躺臥喺馬槽裏邊嘅嬰孩耶穌。喺呢一大群天使發出光芒嘅同時咧，亦都吸引咗幾位遙遠喺東方嘅天文學家嘅注意。呢幾位博士咧嚟到耶路撒冷，佢哋四處打聽，就問啦：猶太人生嘅王喺邊度啊？我哋喺東方睇到呢個星，特別嚟拜佢嘅。咁結果咧，呢個博士幾位博士同埋希律王、祭司同民間嘅律法師咧一齊見面之後咧，佢哋就知道佢哋要去伯利恆城嗰度。佢哋繼續佢嘅旅程嘅時候，忽然呢一粒曾經喺東方出現過嘅星星又再出現喺前面嚟引領住佢哋，一直嚟到小孩耶穌所在嘅地方就停咗落嚟。而呢幾位嘅博士咧睇到呢啲嘅情況就喜出望外啦，佢哋咧急忙咧跑入去呢個嘅房子裏邊，佢見到耶穌啦，耶穌嘅母親瑪利亞啦，佢咧就俯伏喺地上邊拜佢哋，跟住咧佢哋又打開盛載住禮物嘅盒子，獻上黃金、乳香同埋沒藥。耶穌嘅降生正正應驗咗舊約聖經中嘅應許，上帝救贖計劃係由耶穌道成肉身起，就展開咗新嘅一章。聖經話基督成為一個人住喺我哋中間，充滿咗恩典同埋真理。我哋亦都曾睇見佢嘅榮耀，正係父上帝獨生子嘅榮耀。而且呢個光係真正嘅光，係要照亮世人，世上所有人嘅。係啊，所以伯利恆城呢個故事呢，我哋講唔完嘅，因為其中呢蘊藏住深哉上帝豐富嘅知識同埋智慧。救主嘅犧牲，佢竟然呢用天上嘅寶座換成地上面嘅馬槽，以伴隨敬拜佢嘅天使換成喺馬廄中間默默陪伴佢哋嘅牲畜。最後，希望各位聽眾能夠喺聖誕佳節嘅時候打開聖經啦，去教堂啦，好似啲牧羊人同埋博士一樣去尋找主耶穌基督。最後，我哋一齊送上對聽眾嘅祝福。願榮耀歸於至高的上帝，平安臨到上帝所喜悅的人。陽光大道嘅 podcast 係由美國加州 Temple City 嘅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羅省粵語教會製作，可以分別喺 AWR 嘅各個管道收聽同 subscribe 訂閱，包括蘋果機嘅 podcast app、iTunes， 仲有 Google、Spotify、Amazon 等等。我哋仲會將節目上載到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Sunshine Boulevard 陽光大道粵語 podcast， 大家可以撳 subscribe 訂閱。我哋仲設有 Facebook 專頁，你撳咗 like 即係讚，就可以每個禮拜睇到我哋最新一集節目嘅消息。呢個專頁嘅網址係 facebook.com/Sunshine Cantonese。好，我哋下次再見。